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吗？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你敢有摕我合约？什么合约？迄天我要摕阿姐个机密文件，就是万破百回合约。因为是机密文件，我阁交互金秘书，请伊亲身交互董事长。所以你怀疑我甲合约摕走？即摆合约无去，这几工只有你这个外人伫遮出出入入。无问你问啥？你甲我当作是外人？好啊，你遮无任何人是外人，讲话较注意咧。万破百回合约，我有当因啊，嘛交互金秘书啊，所以无可能是明空摕走的。文琪，我听讲你咧找万破百回合约在遮。谁怎伫你遐？拄则阿炳摕一个文件互我，伊放咧上下骹，可能是阿炳甲欣欣摕唔着。即摆你相信我无摕走啊？哈？是嘞，是我误会你啊。要毋过我希望你会当减少互误会机会。拢是一家人，话讲清楚就好啊。我以后会阁找文琪好好讲。爸，有一寡代志我想要甲你讨论。好，你讲啊。我先回去好啊。来，就来讲啊。爸，拄则的代志虽然是误会，也毋过我感觉一直互民芳阿姨来公司，确实会造成一寡无方便。伊来公司是因为伊建议员工的一寡出行规则需要修改，我听了感觉真好，所以就同意互伊去处理啊。这件代志我哪会唔知影？是我爱先甲董经理讨论，等因草案写好，才互你看。爸，民芳阿姨唔是公司的员工呢，你哪会甲工课交互伊，佮安排董经理配合做事？你免烦恼这啦，伊就要入来公司啊，以后都是兴华员工啊。你要互民芳阿姨入来公司？反正伊平常时伫厝嘛经营啊，所以我想讲，规气互伊入来公司斗3工，互伊插手公司的代志，我无赞成。爸，顶届选厂长，伊甲文林斗3工，硬爱你甲冠华藏入去名单。即马你互伊入来公司，人会感觉你有私心。民芳较早做网络拍卖，生意做了足好诶。若是甲我结婚，伊一定有真大诶成就。我会入来公司，就是要回法规专长帮兴华，哪会当讲是私心呢？毋是，是你互伊入来公司诶方式，会互其他员工感觉是惊后壁嘛？要讲惊后壁门，你敢问起干啥呢？当初我就是因为相信你，所以无顾遐老干部的反对，和你两个做总监。即摆你嘛做了真好啊，敢要有人敢讲话？既然恁做会到，像那袂当相信民风嘛会使呢？我毋是怀疑伊的能力。好啊，敢若讲我是兴华董事长，我连人事任命的权利拢无心，而且像顶个选越南厂长，爱请恁几位主管来投票决定。
我尊重你是兴华的董事长，嘛请你尊重我甲文琪是公司的高级主管。希望你以后做任何决定进程，都会当甲我甲文琪参详。嘉诚，起来食饭。甲大家讲一件代志哦。迄落今日阮体育课练习刷走哦，我走足紧，老师甲我排伫最后一个。你敢知影这代表啥物？代表啥呀？哈？代表运动会迄天，我要甲隔壁的体保生来一场世纪大对决。阿妈，金孙讲有熬。哎呀，那真搞啦！哎呦，安尼你走毋就跟他飞共款啊？啊，毋过哦，恁大兄细汉时阵哦，嘛足够走的呢，伊常常得冠军呢，对无？玉莲，对无？哈？来，嘉诚，食一个。玉莲，你嘛。我家己来就好。我食饱，我去散步。我嘛食饱，恁慢慢食。今日阿兄甲爸是安怎？气氛足歹呢。食一粒饭，一个结一个面相，这是明峰啊。啊，你知影因两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无？我毋知影呢，可能是公司收过无用，两个人感觉足忝的。是安尼哦。哦。文玲，转来啊！哎，你看我买物件，你看我买什么？你哪会买遮尔济榴莲肠啦？你有遗酸的时阵，上爱食榴莲啊，所以即个我买较济，放咧冰箱。你想要食就会用食。也毋过我即个较想要食酸的呢。啊，食酸的哦。人讲酸男嫌女，我看遗酸要有一个小弟啊。这哪有一定啦？我讲了对唔对啊？小皮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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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皮蛋。冠华，你敢袂要我准备互你食好无？免啦，等遗酸甲肉肠来才食就好。我要甲咱的小皮蛋加讲一个，小皮蛋，小皮蛋。冠华，你莫安尼喵啦！妈是毋是无早锁匙？妈，阿姐，你哪会来？文玲，阿姐，哦，我吼散步行咧行咧，就行来附近啊。想讲顺续来看你，敢会甲你叫叫？袂啦。啊，别，阿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好。啊，文玲，去停水，去停水。哦，都是恁买遮尔济榴莲哦。我拄则伫外口都闻到味啊。阿姐，啉水。哦，好。文玲哦，伫有遗酸的时阵哦，特别爱食榴莲，所以我就一摆买遮济。哪知影伊即摆有心竟然靠……文玲有心哦。你啦。这是好代志啊！恁阿妈若知影，一定足欢喜的。我即马伫咧军所甲大家讲这个好消息。阿姐，先卖啦！我袂互医生检查，而且即马未满3个月，等我确定再甲大家讲。哦，也未满3个月哦。好，安尼你家己甲阿妈讲这个好消息。到时阵吼，因会照3顿煮一碗好食的送来互你，你千万唔通嫌伊烦哦。阿姐，阮妈讲哦，文玲对有心生囝到做未来，拢交予伊，一定好好照顾文玲。
看恁翁仔某遮尔好，我就放心啊。阿姐，我一直想要好好甲你回息咧。前一阵仔因为我厝内母甲气氛足歹。你是讲越南厂长迄件代志哦？对啊，我甲文玲一直都想要生第二个，也毋过厝内开销有淡薄仔大，卡输哦，还有一个囡仔，我惊负担会伤重，所以有升官的机会，我当然尽力去争取，加趁一寡钱，嘛想要互文玲甲囡仔会过较好。冠华拢是为着阮，才会遐尼辛苦。这件代志确实处理了无啥好，也毋过恁放心啦，只要冠华你好好做，我一定会找机会甲你斗相共。文玲有心啊！这代志先莫互妈知影。文玲想要伫满3个月了后，才向大家宣布。文玲期待这囡仔期待遐尼久啊，即摆会当有心就好诶。哎呀，因翁仔某吼，经过遐尼侪代志，即摆感情吼比以前搁较好。拄则我看冠华对文玲非常体贴，真正是感觉较放心啊。看起来，冠华大礼拜三出去的代志，应该是我误会伊啊。其实冠华真有责任感，应该会争取厂长，嘛是想要互文玲也个囡仔过搁较好的生活。若是幼莲甲文琪坚持反对，我就才任命伊去嘛，这嘛毋是真严重的代志啊。嘉诚，啊无，互我入去公司的代志，就准拄煞。今日你甲幼莲食饭的时阵，一句话拢无讲，妈足烦恼的。我嘛无想要互你歹做。既然你有才调，公司嘛需要你斗相共，安尼就来啊，有啥要紧啊？兄弟，我已经想好啊，明仔我就要互幼莲甲文琪知影，我会互你做董事长助理。也毋过，你做助理是分担我的工课，也袂影响到因的部门啊。代志无遐尼复杂啦，而且因两个一日到晚甲我讲爱公事公办，我即马安尼做都是公事公办。我只是惊因误会，我有企图。你已经是厂家的人啊，为着厂家的事业付出，免来是有企图咧。等你工课方面有成绩吼，大概都认同你啦。放心，我看你逐工安尼无面无力画这个图，一张是会当趁偌济？敢有5000？无5000，至少有2000吼。这个 case 做完会有设计费20万。哇！你安尼凊彩画就有20万哦，安尼你真紧就会当趁到钱买这间厝啊！设计费包括监督一直到完工，这个 case 至少要做3个月，安尼你听有无？哈，3个月嘛伤久啊，敢有遮困难？歹势，我要做代志，你敢会莫搅了我？哦，歹势啊。你伫创啥？做工课啊，是毋是真好奇我伫创啥？是要知影会当问我？你的相机互偷摕去，哪会阁会当接 case？我毋是只会晓翕相，我甲你讲，这个 case 若是完成，无你靠，我就会当甲你迄半的产权买落来。
讲正经诶，其实我真正想拢无，你是安怎遐尔坚持要甲即间厝留落来啊？你敢真是遐尔爱阮阿兄？伊到底是倒位好啊？甲你无关系。确实甲我无关系啦，我是替你想呢。我去恁兜看恁兜足大诶，应该足好呀。你明明就当转去厝里做大小姐过好日子，我若是你吼，你讲煞袂？我是想讲开讲一个，无想要讲就说说去啊。我要去互困啊，晚安。你的脚是安怎？我今仔日去工地弄着的。我替你看啊。你要创啥啦？这个哦，哇，这严重的呢！过来，去面坐好。来，这里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哇，吼！我甲你讲，这用过足厉害的。敢讲这是啥物非洲啥物武术的物件？当然毋是啊，这是一个澳门的中医老师傅画的，90几岁啊，专门治身躯的伤。我之前互人拍巴肚，疼甲擦尖仔吐血，后来抹这一工就好啊。你是安怎会互拍？是你着啥物歹人？对啊，就是歹人。我伫非洲拄到迄个掠犀牛的迄群歹人，我甲因做的歹代志翕来去检举，结果互因发现，就互因掠去啊，差一点仔死去。加在我拄到联合国的维和部队，因当咧巡逻，甲我救出来。无你就看袂到我。你的人生阁真精彩哦！迄当然啊，精彩故事足济，讲三暝三日拢讲袂完。以后再讲互你听，来，哈爷去。毋免，我家己来就好。袂用的啦，你这种伤家己来就唔敢伤大来。我来，准备好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路边下。我来，准备好哦。是我在听你画啥物啊？你掠到我足疼的。哦，是咧。无要紧啦，我甲你讲，我一定要软较大力的，互你入骨入去，内底银花才会化开。等下搁较疼，你较忍耐哦。来哦。是咧。无要紧，你忍耐者。好啊，即摆咧，小快。有，感觉好真济啊。好真济啊吼！我甲你讲，你好好困一醒，明仔载起来啊，我再替你抹药啊，应该真紧就好啊。我先入去房间，多谢你。我扶你入去。不要紧，免。哦。张友我真正就爱眼睛，哇，足疼的。阿静，你找阮有啥物代志？我已经决定和明峰入来公司做董事长助理。恁若是无意见，我就请人事部公布。我顶摆甲我的立场讲了真清楚，卡叔爸无感觉迄是意见，我嘛无话通讲。既然是董事长的助理，当然是董事长决定，我无意见。好，以后做伙做代志，助理若有啥物所在无了解，我希望两位总监会当家斗相共。
安尼助理的办公室呢，要安怎安排？反正我袂定来公司，助理就用我的办公室办公就好啊。无其他的代志啊，恁去无用啦。这数字甲顶届同款呢，恁也无加花2万啊？是安怎加互你2万？你拢要去做张家成的助理啊？你无薪水哦？我还袂讲到迄个问题。啊，你毋是白了工？这个部分我还袂讲到，而且我明仔载才正式上班，就算要领薪水嘛是后个月的代志。你后个月领薪水，你爱加花2万。再搁讲啦，好啊，转去啦，转去啦。你小等咧啦，一个月无看，你不要开讲一个是安怎？哎，你去兴华上班，张家成的后生有啥物反应无？搁有迄个陈文仪，伊敢有互你面色看？大家伫咧公司拢一心为公司好，啥有迄个美国时间？你莫来这套，我是恁妈，我会看袂出来。你迄个表情就是心内真艰苦。我甲你讲，你唔通付出真心，拢替因设想，结果我来绝情。有一天若是牵连到财产啊、甲接班的问题的时阵，你就是因共同的敌人。你嘛讲甲伤含啊！我伫想吼，你干那入去兴华也阁无够。你规气吼，紧甲张家成生一个囡仔，而且加生几个嘛不要紧，因遐有一人吼，财产是照人头分的，你加生一个，你就加占1分。你真正是愈讲愈远啊！我是讲正经呢，查甫人年岁搁较大，想要洗脑会用的。你几岁啊？你要40万呢？假使你真正想要生囡仔，你就要较主动呢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你要50万，真是赞嘛，搁生一个查甫的哦。我来问看卖，伊看倒一个医生，我听讲是一个真厉害的中医，我来探听看卖。妈，莫搁讲遮有诶无诶啦，我伫敲电话啊，拜托诶，通啊，你莫着急啦，紧转阿峰啊，你顶下迄个中医，好啊啦，妈，哎呦，好啊，你好想，毋是我啦，是阮查某囝啦。替我看卖，明仔载上班穿倒一束较好。人水穿啥拢好看。我看我是拣这束好啊，这束会当互人感觉较稳重、较专业。好。对了，明仔载你替我联络工人家过来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伊讲。你有想法啦？迄间厝吼属于卡廷的迄半产权，我想要甲伊买落来。当初文英结婚的时阵，我买厝互伊做嫁妆。即马任何迄间厝，我就当作是买互有我的嫁妆啦。安尼嘛好，卡廷摕到厝的钱，就会当安心带工人家出国。既然有我愿意放弃请用卡廷，安尼厝的代志我替伊处理，这件代志就当彻底解决啦。做你的囡仔足好诶，进前冠华黑白来，伊替文玲教死伊，而且佫甲伊调去公司顾调调。即马2个人吼，长工蜜甜，准备因家第2个囡仔出世。即个有我拄着困难，你就直接出手斗3工。做你的囡仔才是足幸福的。咱若是有囡仔，我嘛会对伊遮尔好啊。安尼你嘛甲我当做查某囝听啊？我毋但会听你，我阁会重用你，互你做我的助理，好好发挥你的才华。我问你哦，你敢希望咱2个嘛会当有囡仔？
你想要生哦？当然啦，每一个查某人当然拢希望会当甲家己心爱的人生一个囡仔，安尼家庭才算完整。也毋过，安怎想？也毋过你有遐济囡仔，我家己无法度接受。咱有要生囡仔无是咱的代志，甲因有啥物关系啊？安尼你敢想要爱？假使你想要生，咱就试看卖。也毋过你若有心啊，敢会影响你做你的工课？免哪会咧？秀官子带2个囡仔，拢会当甲公司管理甲遐尼好，我当然嘛会用的啊。你放心，我有自信，我一定会当甲厝内也阁有公司拢顾好。你嘛袂当伤无闲伤忝啊！若是对我伤冷淡，囡仔免来生出来。来，今日周助理新歌上任，每50杯咖啡，请各位啉，耶！安尼咱等下甲咖啡送去各部门，行政行销交给你哈。OK。阿峰、小茹，恁送去业务部。好，替你制作机会好吧？啊，好。哥哥，2杯，你背去人事部啊。什么啊？我负责送公关部的，大家分工合作 ，Let's go！ 哇！像这样大方，副经理，请遐济咖啡啊！啊，你拢无看人事广告哈？跟我无关系啊，我看下。今日董事长夫人变做董事长助理啊呢，新歌上任，买咖啡请大家啉啊！你是讲就副经理，这是你的咖啡，我先去公关部送咖啡，别讲啊！冠华，喂，问你啊，紧急状况，安怎啊？你去花店订一份花，摕来公司送给阿姨。为什么要订花？我即马才知影，阿姨即马变做董事长的助理啊！真是啊，你去新华上班啊？对，花店你紧去订花，趁大哥大姐还未送花之前，咱抢第一。安尼敢莫用你的名来送？慢，安尼敢若咧摸大腿，用你的名送，花店咱上阿某啊吼，这钱袂当省，紧去订吼。好，我即摆就去订，拜拜。脚有较好无？好真济啊，较袂疼。我搁替你抹药啊，安尼真紧就会好。啊，免啊，药啊药啊，我家己抹。多谢。袂啦。喂，明阿姨，是，我已经甲一部分的迄落南非迄边的厂商资料，互叶副经理啊。有啦，冠华收到啊，伊即马当地经理。对啦，你明仔载敢有时间，敢方便来公司一撮？是要讨论南非迄边的代志是无？毋是，是另外一件代志。有外因爸想要甲你讲者，敢方便？当然会呢啊。好，我会准时到位。好，拜拜。I got you, baby。金秘书，替我开门紧嘞。等下，谢你哦。来，谢你。周助理。阿姨，这花要放到足重的。无先放遐好啊。好。你较细哩。细哩。向上的花啊。文林啦，伊知影你今仔日头一天上班，专工去买这盆花来恭喜你。那好意思互伊开钱，多谢伊呢。袂啦，阿姨，平常时拢是你咧照顾阮，这点仔心意应该的啦。阿姨，你这花哦，放在遮足好的，
你做代志哦，若是忝啊，夜头就用看到花啊，心情足好诶。好啦，多谢李冠华，来请坐。啊，我听恁阿姐讲，文玲有心啊。文玲本来拍算满3个月才搁讲，哪知影我这个放上头，无说你就讲闹狗去啊。无要紧啦，这是好代志啊，恭喜你！而且看到恁即马感情遮尔好，我就替恁感觉欢喜。文玲伊是一个好太太，温柔贤惠，啥物代志拢替我设想。我一定会加倍爱伊，互伊过了真幸福。你有这个心意就好。啊，对啦，阿姨，我下晡陪文玲去做产检，请半工卡。好啊，无问题，你就陪伊去啦。多谢阿姨，我先来去啊。这样拄好，又可是拜三。喂，文玲，多谢你送的花，我已经收到啊。对啦，冠华讲下晡要陪你去做产检，你敢有要过去？你有要过吼？好，就安尼，拜拜。看起来应该是我误会冠华。假我已经请好啊，安尼咱午餐可见哈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假我已经请好啊，安尼咱就午餐可见哈。是啊，我袂记今仔是拜三。喂，宝贝，我拄想要打电话给你，你就卡来啊。今仔日我可能无法度甲你见面啦。为什么？你还有代志哦？下礼拜请你陪我半工，安怎还无用哦？就客户对外国来嘛，你总袂甲伊讲今仔日拜三，所以就改期啊，对吧？管唔管？你顶礼拜已经答应我，我今仔日一定要记住你。唔是啊，无你啊，你就去踅街，然后啉茶、食点心、做 SPA 啊，买皮包啊，买皮包，算我的，算我的。无啊！拜托啦，无咱改明仔载，好无？啊，就安尼啊，你去买皮包，较重要啊，买皮包啊，就先安尼啊，好，拜拜。搁挂我电话，叶冠华，你喜欢走坏是吗？唔对，无代无志送我皮包，一直是新批。伊是毋是有代志隐瞒我？敲门，你要找啥？周明峰。哈？周明峰，恁头家张家成的某，敢讲你唔捌咯？请问你是？恁哪一直哭问啊？袂输得问犯人咧。我是因妈。哦，好，请稍等一下。切！互人客啉这种这么俗的茶包，这公司哪会这当神？切！你哪会来？我去恁兜找你找无，我就直接过来啊。你会当打电话给我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咱毋是讲好要带你去看中医？
我甲你讲，我真无简单，替你插队挂着好啊！紧的，咱即晚马上就去。我什么时阵答应你要去看中医？我即马当地上班。嗨，你是董事长助理，也毋是一般的员工啊！你有代志就甲周嘉诚讲一声就好啊！紧嘞，咱即马就去，真紧，2点之内就好啊！来，行。哎，你到底有想要生囡仔无啦？你伫食米粉，我甲你发烧。好好好，我带你去。要毋过你爱答应我，以后莫搁来遮找我。好好好，我答应你赢吼，紧去，行啦。你伫遮等我，我去摕背包。不过看起来并无有心啊。啊？哪会无？医生是毋是捂唔着啊？不管是尿的检查，还是超音波的报告，拢无有心的反应。文丽，你毋是有用验孕棒验？对啊，医生，我用验孕棒验才上2条线。其实验孕棒无一定准啊，差不多4到5个用前的久啊，多一个其实无有心。你要找啥？你好，我找冠华，我是伊朋友。哈，冠华吼出去啊，无伫个啦。也毋过伊甲我约好伫因兜签一份保险的合约。哦，安尼哦，无你先入来啦，来，OK，来。哪会无有心啊？到底是安怎啊？毋是啊，验孕棒明明就……文玲，你莫安尼啦，无有心就无有心啊，咱才阁拍拼就好啊。要安怎？嘛遐尼期待，安尼我毋敢转去面对妈。就无有心啊，嘛会当安怎啦？妈看来。喂，妈。啊，文玲看好未？啊，袂啦，我咧等伊啦。哎哟，哪会遮尼久啦？病院是足侪人是无？我爱等偌久啦？我甲你讲，大巴肚人较紧要，你还会记买一寡点心互伊食，知无啦？好啦，我知啦。你是毋是袂记你有约人要签约啊？签约？是要签啥约啊？伊就讲甲你约好要签迄个保险的合约啊。伊讲吼，伊叫辛迪啦。伊讲要带你转来。哦，好，我即马上回去，我马上回去。妈是毋是伫咧吹啊？文丽，我看安尼啦，你先回去后头厝，我回去甲妈讲这件代志。你嘛知影伊老大人知影这件代志，伊的情绪会较大啦。我先安大伊，互伊莫遐激动。是嘞。无要紧啦，规日我先回去，你靠晏才回来。无安尼啦，你陪阿妈食饭才回来啦。迄个时阵妈应该去消也袂怪。安尼我先来等啊。哎呦，这张哦，翕得袂歹呢啊。这都有我甲你团啊讲，医生的话爱听，莫甲家己母甲遐尼忝。你若忝吼，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。少奶奶无爱做，无代志去做啥物助理？亲啊！明红，你今日毋是头一工去上班，哪会改转来啊？我拄则带明芳去看医生。看医生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明芳啊，你今仔日毋是头一工去上班，哪会改转来啊？
我拄则带明芳去看医生。看医生，嘿，你人是安怎？你哪会无甲我讲啊？无啦妈，我只是无代志啦。明芳毋是身体无爽快，是我咧想讲吼，带伊去看中医，甲身体调理一下，甲身体调好了就会用诶。妈，莫搁讲啊啦，啥拢莫讲啊！妈，是安尼啦，因为最近吼我的骹手较冷，所以才想讲去看一下医生，食一寡中药，看是毋是会较好。好啊，调理一下嘛好啦。若真是感觉人无爽快吼，就莫去公司啊，甲家先讲一下就好啊啦。你看啊，亲母讲了对啊，公司就莫去啊，调理一下嘛好啦，啊。妈，莫搁讲啊。妈，阮先来去楼顶。行啦，行啊，行啊，这有啥袂当讲诶？莫搁讲，这毋是啥歹代莫志啊！讲啦，妈。有啥袂当讲诶啊？你安尼真奇怪呢。奇怪呢，看医生就看医生，为啥要讲到这尔神秘啊？你去，他即摆又搁安怎啦？我拜托你莫搁后白讲啊，好无？我是在黑白讲啥？哈？你要替恁翁，也就是伊的后生生囡仔，伊会当抱孙是好代志呢。这你有啥物好惊的啊？我毋是伫咧惊，我是顾虑大家想法。当你是对啊毋对啊？哈？你是张家女主人呢？你要生囡仔，是安怎爱顾东顾西啊？哈？敢讲你哈？你即摆要生囡仔，爱甲张家所有的人拢叫来，大家做伙开会，一个签同意书，你才做哦。切！非伫我的代志，你毋免管遐尼济。我敢要说，我家己会考虑。你就是我爱管哦，哈？明芳，你的个性就是一直拖，已经无少年啊呢。你莫拖到倒一天，你想要生啊，死到哭都无路用。咱查某人就是爱生一个家己的囡仔，人生才会圆满。你即马甲张家生两个恩恩爱爱，你当然袂烦恼啊！你敢有想过，你甲张家生年岁差遮尔济，万一有一天伊比你先走啊，你咧张家要挖口啥啊？你想看觅哦，古早遐个后宫嫔妃，若是无生一个后生的，倒一天皇帝无伫啊，毋是祈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互拍入冷宫呢。我讲的对无？戆查某囝，莫做面梦啊！你会听妈的，也是生一个家己的囡仔上实在。这个世间吼，无任何一件代志会用压过骨肉亲情的，就亲像咱两个啊，我了搁较侪麻烦，你搁安怎甲我生气？我是你的妈妈，你敢会甲我放散？你是我心肝的一块肉，我搁安怎挡袂落去的时阵，嘛无甲你放散啊，对吧？好啦，即摆医生嘛看啊，药啊嘛摕啊，你着照时间食药啊。过2礼拜，我才带你去看医生，互伊看卖。你即摆吼赶紧有心，比做啥物助理搁较重要，哈？知无？我先来走啊，哈！哎，你爱记哩哦，听妈的绝对无毋对。这个世间只有我才是真正为你好，哈！这药爱记你食哦，哈！我迄个金孙出世的时阵，我才叫冠华吼找你买迄个啥物教育基金储蓄险啊，搁甲阮金孙买一个大保险啦，哈！多谢阿姨。想要阮妈我生第2个囡仔咧？囡仔伫倒位啊？是嘞，
回是咧创啥，也毋是你唔对啊。我今日就甲你拼，袂，你又去找陈文玲讲离婚，无就是我找陈文玲讲。你甲乔凡的代志是真还是假啊？还是搁咧骗我？告诉雄雄出现一个弟弟，才是妹妹，安尼真奇怪呢。安尼真好啊！你唔惊迄个囡仔生出来，大家拢听伊无听你哦？上好，拢莫管我。即摆是咧演倒是出来？一定是吼，久无运动，安尼雄雄安尼出力。哎呦，爸，查某人这腰吼最重要的呢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它飞得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